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。今集呢，我就去到福田口岸，行路都可以行到過嚟嘅頭療按摩店。按摩店嘅裝修呢，環境好舒服。喺呢度做完按摩就好似叉足電一樣，可以繼續努力工作。如果係低頭一族嘅你呢，呢一個療程呢更加適合你。好似我平時成日剪片啦，對住手機，對住 iPad， 膊頭肩頸嘅位置呢，成日都好掹緊同埋好酸痛。做呢個按摩呢，就非常之適合啦。我仲做咗第一次嘅彩意添啊！之前仲驚驚地會好痛，點知原來係唔痛㗎，佢哋手勢非常之好啊！咁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而家講下點樣去呢間按摩店先。除咗可以喺福田口岸直接行路過嚟，亦都可以搭地鐵過去嘅。過咗關之後，咁係坐4號線啦。跟住坐一個站去到福民站落車，之後就喺 D 出口上到地面之後呢，向前行，其實唔使1分鐘呢，就已經去到按摩店嘅樓下。頭療按摩店呢，就喺翠芳商城2期嘅3樓。入到商場就會見到奈雪，奈雪對面嘅位置呢，有 lift 可以直接搭上3樓。上到去左手邊嘅位置呢，就係戲院。而按摩店呢，就喺右手邊嘅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到咗易居頭療按摩店啦。咁佢有4間分店嘅，而我去呢，就係而家箭嘴指住嗰一間嘅分店。喺水圍按摩店，長期銷量榜1、2、3名都係佢哋包辦晒㗎，絕對係一間深受香港人歡迎嘅按摩店。咁我同大家周圍睇下呢度按摩店嘅環境先。呢度有唔同嘅按摩房啦，去配合唔同嘅按摩啦，亦都有單人房啊、雙人房，私隱度極高。按摩店用嘅色調呢，都係好柔和舒服啦，加上柔和嘅燈光啦，輕柔嘅音樂，入到嚟呢，已經有一種好放鬆心情嘅感覺。環境簡潔、乾淨、舒服，無論一個人嚟，又或者情侶，甚至乎同屋企人、朋友，都係非常之適合。呢度仲有獨立嘅浴室啦，沖涼房嘅位置呢都係好闊落，沖涼用品齊全，洗頭水、護髮素、沐浴露呢啲都有齊晒。沖完涼化翻個妝呢，都冇問題，呢度用品齊全。睇完環境啦，我而家呢就準備去按摩啦，睇下有啲咩項目可以揀先。除咗有多款單項嘅項目選擇啦，例如刮痧、全身按摩，就連女士嘅乳腺疏通護理都有得做喎。而我呢就買咗團購套餐，298蚊人民幣，3選2 90分鐘嘅療程。咁佢可以揀彩意啦、頭療啦、頸部淋巴、鹽石疏通，喺呢3個項目呢，可以揀2樣。咁其實除咗呢個套餐之外呢，仲有其他套餐可以揀㗎。而我今次呢，就想試下呢一個套餐嘅。咁按摩師就啱啱幫我安排好房間啦，我而家都入房開始做按摩啦。90分鐘，淋巴時間40分鐘，頭療50分鐘，然後會給您計時的。咁雖然呢個套餐呢就係3選2，但係店鋪呢都安排咗我做晒3個項目，因為想示範一下俾大家觀眾睇。按摩師嘅手勢呢非常之純熟，而且有豐富經驗啦，所以按摩嘅流程呢係非常之流暢。按摩嘅手法呢亦都係好專業。而家呢就係做緊呢個鹽石頸部疏通淋巴。鹽石嘅溫度呢係會比較熱，做呢個療程呢係可以去濕驅寒，亦都對皮膚好好㗎，因為有70幾種微量元素，幫助疏通血液循環。如果血液循環得好，皮膚同埋身體都會健康啲、靚啲嘅。呢個按摩除咗有功能之外呢，其實個過程呢亦都係好舒服。用呢個鹽石去按摩呢，
比起用人手呢，我覺得更加舒服，因為岩石嗰個弧度啦，加埋佢嗰個熱度呢，係令到你個人呢更加可以舒緩放鬆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岩石通淋巴頸部按摩呢，真係要試下。同埋我哋住喺香港啦，比較潮濕啦，又或者喺室內成日開冷氣呢，其實身體呢都會個濕好重啊，所以會令到個人成日都好攰啦。做呢個療程可以去濕驅寒，頭療呢可以徹底深層清潔頭皮啦、頭髮，亦都可以刺激頭部嘅穴位啦，從而幫助頭髮健康咁樣生長。按摩師會用咗唔同嘅工具去按摩你頭部嘅穴位，水循環呢個過程呢，亦都會加咗中藥落去，所以你見到畫面嗰個盤呢，係有少少啡啡地色嘅水，其實係加咗中藥落去。跟住會有2次洗頭嘅程序啦，咁而洗頭嘅同時呢，亦都會一路幫你按摩。跟住就係蒸熏頭皮嘅過程啦。蒸熏頭皮可以驅寒驅風，一路做蒸熏頭皮呢，按摩師亦都會幫我按摩手部、手指、手掌嘅位置，所以絕對唔會浪費任何1分鐘嘅。佢哋呢個按摩90分鐘呢，係做足90分鐘。有啲按摩店嘅做法呢，就係連吹頭嗰啲時間呢，都會放埋落按摩嗰個分鐘度，但係佢哋呢度嘅做法呢，就唔會咁做啦。吹頭嘅時間係額外嘅，係唔會計落去噶。蒸熏完頭皮之後呢，按摩師就會幫我沖乾淨過水啦，跟住之後就會幫我吹頭。可以睇下啲頭髮做完呢個療程幾柔順。跟住我會做埋採耳嘅過程。原來採耳係要咁多工具嘅。咁按摩師呢，就會首先用啲羽毛啦，同埋有少少輕震嘅聲音呢，令到你放鬆咗個心情先。咁我唔知各位觀眾採耳有冇緊張啦，但係我呢，真係第一次做採耳，所以我當時呢，真係有啲緊張嘅。咁按摩師呢，就同我講話，耳仔入邊呢，就唔係太污糟嘅啫，所以應該都好快完成。咁期間呢，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啦，去協助成個過程。採耳嘅過程呢，係冇痛嘅感覺啦，只係有少少痕啦。真係估唔到佢哋嘅手勢非常之好啊！咁今次呢條片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。希望你哋會中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北上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 Yandy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呢，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噶啦。睇完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又或者俾個留言我啊！多謝晒各位收睇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